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彰化参尾清洁队员伫回收场咧整理一组床头柜的时阵，发现一卡酸石，大约是30分，市价是5万块。最后是透过床头柜内底信用卡的资料，找到失主肖太太。肖太太讲，这是红婿送予后生的酸石，下当找回来，真正是奇迹。 金细细酸石手指，互大家近近看，就是安尼不灵不灵，去清洁人员看到。要掉几个零钱出来，我们要去捡，然后捡到一个钻戒，觉得它好像是真的。 看到酸石手指的清洁人员就是伊，伊讲当时伫咧回收场整理拄仔的时阵，看到一个金细细物件落落来，过一看才发现是酸石手指，边还有信用卡，惊到伊赶紧报案。是说真的，真的是奇迹啊！不然真的是被遗忘的东西被找回来。警察透过信用卡资料找到主人肖太太。肖太太讲，酸石手指是因红婿送予后生，后生放伫咧眠床头拄仔内底，佮放较袂记得有这件代志，尾仔因回收眠床头拄仔无整理，加在拄到好心型的清洁人员。如果识货的人去占领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涉及到刑法侵占遗失物罪。警察提醒，捡到贵重的物件，爱亲像这个清洁人员同款送去警察局。警察卖发公告，千万唔通侵占，若无会犯侵占罪，防法办。